大家總係覺得投胎係一門技術活，如果可以生喺一個坐擁8、4億家產嘅豪門，一出世就含住金鎖匙，人生係咪就必然係順風順水、風光無限？但係偏偏就有咁樣一個人，佢阿爺係清朝嘅頂級富商，老豆係盛宣懷，即係嗰個掌控咗大清半個經濟命脈，連慈禧太后都要俾幾分薄面嘅紅頂商人。佢一出世就震動全城，連慈禧太后都親自賜名俾佢，繼承咗龐大到普通人幾輩子都想象唔到嘅資產。但係到咗佢臨死嘅時候，竟然窮到連一粒銀錢都冇，全身上下貪唔出1分錢，甚至喺臨斷氣嗰一刻，佢唯一嘅願望居然只係想食一啖肉，由一個富可敵國嘅豪門大少爺，到最後變成流落街頭、活生生餓死喺大宅門口嘅乞兒。呢個充滿戲劇性、荒誕又令人唏噓嘅一生，講緊嘅就係被公認為民國第一敗家子嘅盛欣宜。要明白盛欣宜點樣可以將咁大筆家產敗到一滴都唔剩，我哋首先要睇下佢起步嘅起點到底有幾咁高。佢老豆盛宣懷喺中國近代史上係一個如雷貫耳嘅名。盛宣懷開創咗無數個中國第一，包括第一間銀行、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電報局。可以話當時大清帝國嘅洋務運動背後最重要嘅銀包就係盛家。盛宣懷一生生咗幾多個仔，但係前面幾個仔都好早夭折，直到盛宣懷已經年過半百，50幾歲嘅時候，佢最寵愛嘅正室夫人先至生下咗盛欣宜。中年得子，加上前面幾個仔都留唔住，盛宣懷對呢個仔簡直係視若珍寶，直情當成命根一樣嚟疼愛。當時盛家同清朝朝廷嘅關係密切到不得了，盛欣宜一出世，盛宣懷就即刻上報朝廷。慈禧太后聽聞之後都好高興，親自開口賜名，用咗《詩經》入面既飽以德、仁恩廣備嘅典故，幫呢個蘇文百萬千寵愛喺一身嘅 BB 頂級命名為欣宜，意思即係承蒙皇恩，頤養天年。可以想象一下，一個一出世就由太后親自改名嘅少爺，全上海甚至全中國嘅達官貴人，邊個敢唔俾面佢？邊個敢唔捧住佢？盛宣懷對呢個繼承人寄予咗厚望，由細到大都俾最好嘅資源佢。盛欣宜細個就喺上海最頂尖嘅聖約翰大學讀書，之後盛宣懷更加不惜血本，送佢去英國倫敦大學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呢兩間都係世界頂級嘅學府。盛宣懷嘅目的好簡單，就係想將呢個仔培養成一個既懂東方傳統又精通西方現代商業管理嘅商界奇才，好等佢以後可以接班，將盛家嘅100億商業帝國繼續發揚光大。但係問題偏偏就出喺呢度。盛宣懷雖然喺商場上精明一世、算無遺策，但係喺教育仔女方面，佢犯咗一個全天下有錢人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含在嘴裏怕化了，捧在手心怕碎了。盛欣宜由細到大，身邊圍繞嘅全部都係阿諛奉承嘅下人，同埋一班一心只想佢着數嘅豬朋狗友。喺佢嘅世界入面，從來都唔知乜嘢叫做得來不易。佢只知道世界上100個要求，有99個可以用錢即刻解決，剩返嗰一個可以用更多嘅錢嚟解決。當盛欣宜喺美國根本就冇心思讀書，整天花天酒地嘅時候，老豆盛宣懷喺大清宣統8年，亦即係公曆1916年喺上海因病過世。盛宣懷一走，盛家嘅龐大遺產清算出來，數字震驚咗成個民國。經過當時最嚴格嘅法律，信託基金會同家族分產清算，盛宣懷留落嚟嘅私人財產，扣除咗捐出去做慈善、辦學校嘅基金之外，仲有高達幾千萬兩白銀。如果折算成我哋今日嘅購買力，呢筆錢絕對超過140億港元。作為盛家最正統、最受寵嘅繼承人，盛欣宜一個人就分到咗最大嘅一份。佢不單止分到咗巨額嘅現金、股票、債券，仲有上海、蘇州、常州等地無數嘅黃金地段、房產，甚至連當時中國最大嘅鋼鐵企業漢冶萍公司嘅總經理職位都直接落入咗佢嘅手中。一個年僅20幾歲，從來冇經歷過社會毒打，亦都未試過認真賺過1分錢嘅後生仔，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床底下塞滿咗幾十億、上百億嘅資產，佢第一時間諗到嘅絕對唔係點樣去經營公司，亦都唔係點樣去承擔家族責任，而係我終於可以無拘無束、徹徹底底咁去玩啦。漢冶萍公司總經理呢個職位，換作是任何一個有抱負嘅生意人都會視為施展拳腳嘅絕佳舞台。但係對盛欣宜嚟講，呢個職位只不過係一個好聽嘅名銜，佢根本就懶得去公司返工。
當時上海嘅商界流傳住一個笑話，話盛總經理要處理公務，根本唔需要去公司辦公室，因為佢每日嘅辦公地點只有兩個，一個係佢自己張床，另一個係跑馬廳或者百樂門。盛欣怡嘅生活作息同正常人完全倒轉，佢每日朝早當全上海嘅打工仔開始逼電車返工返學嘅時候，盛少爺先至啱啱玩完天光，帶住一身酒氣同香水味，返到大宅上床瞓覺。佢呢一個會直接瞓到下晝4、5點，當佢醒返嘅時候，管家、僕人同埋公司嘅高級職員已經喺佢房門口排晒長龍，等住佢簽名批文件。盛欣怡點樣批文件，佢連睇都費事睇，油黑隻眼，靠喺床頭，連身都唔肯起，就由得秘書將文件一份份遞到佢面前。佢隨手簽個名或者蓋個印，就算係處理咗涉及幾百萬銀兩嘅國家級重工業生意。有時如果公司經理同佢匯報業務，講多兩句佢就覺得煩，直接擺擺手話得啦得啦，呢啲小事你哋自己睇住辦，唔好耽誤我出去應酬。等處理完呢些所謂嘅公務，通常已經係黃昏6、7點，盛欣怡嘅真正一天先至正式開始。佢會洗個面，換上一身由英國薩維爾街大師親手量身訂造、價值不菲嘅高級西裝，擦得對皮鞋擰一擰，然後精神抖擻咁出門。去邊度？當然係上海灘最奢華嘅娛樂場所。喺民國時期嘅上海，盛欣怡行出街嘅排場，直情比大總統出巡還要誇張。當時汽車剛剛引入中國冇幾耐，全上海擁有私家車嘅人寥寥可數。而盛欣怡為咗彰顯自己全上海獨一無二嘅身份，不惜動用巨資，從英國直接進口咗一輛最新款、全上海第一架嘅平治高級轎車。單有一架車仲未夠，盛欣怡覺得如果同其他人一樣用普通車牌，根本顯出唔到佢盛大少爺嘅威風。於是佢使咗大筆銀錢，買通咗當時上海租界嘅工部局同華界嘅警察局，定製咗一個全上海最牛嘅車牌4個4。點解要用4個4？因為盛欣怡喺盛家排行第4，人稱盛老四。佢要全上海嘅人一見到呢個4444嘅車牌，就知道係他盛老四駕到。所有人、所有其他車輛都要紛紛閃避。為咗配得上呢架車，佢仲將車身全部換成咗純銀打造，連車上面嘅手把裝飾都鍍咗金。每日夜晚，呢架銀光閃閃、掛住4444車牌嘅豪車，穿梭喺上海灘嘅燈紅酒綠之中，成為咗當時上海 K 型繁華嘅一個標誌。盛欣怡出門，後面永遠跟住一整隊人馬。除了專屬嘅司機之外，仲有4個高大威猛、身穿便服、腰間配槍嘅貼身保鏢，另外仲有2、3個專門幫佢拎銀包、拿大褸、開車門嘅貼身跟班。他每去到一個夜總會或者大飯店，門口嘅經理同侍應生大老遠見到4444嘅車光，就會好似見到財神爺一樣，一路小跑出嚟列隊歡迎。盛欣怡出手之闊綽，喺當時嘅上海灘可以話係無人能及。他去跳舞，只要跳得開心、高興起來，就會對住全場大喊：今晚全場嘅消費由我盛老四買單。幾百個素不相識嘅客人一齊歡呼，呢種虛榮感令佢極之沉迷。有時見到某個歌女唱得好，或者某個舞女跳得引人，佢隨手一摸口袋，就是幾張幾百大洋嘅支票扔過去，連眼皮都唔眨一下。要維持咁樣嘅生活方式，開銷自然係天文數字。但係盛欣怡從來唔擔心，因為他名下有數不盡嘅物業。每當他錢包唔夠錢，或者銀行戶口嘅現金流出現短缺嘅時候，他做法簡單粗暴到令人咋舌。他會叫管家去他住嘅大宅地庫入面搬出一個大鐵箱。呢個鐵箱入面裝嘅唔係金條，亦唔係銀元，而是一疊疊厚厚嘅位於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黃金地段嘅房屋契據同地契。盛欣怡連看都唔看，隨手抓起一疊地契就交俾下人，拿去典當行當成10萬大洋返嚟。典當行嘅老闆一見到是盛家嘅地契，而且係上海最旺地方嘅地皮，直情開心到合唔攏嘴。大家都知道，盛大少爺當嘢從來都係只當唔熟嘅。他用呢種方式將老豆留落嚟，原本可以源源不絕造成租金收入嘅黃金物業，一件一件、一棟一棟咁換成了一夜風流嘅籌碼。如果盛欣怡僅僅只是花天酒地、買名車、追舞女、捧歌星，雖然花費巨大，但係憑住盛宣懷留落嚟嘅8億家底，他可能花幾輩子都未必可以完全花得晒。畢竟上海南京路一棟樓嘅租金就夠普通人過幾10萬個奢華嘅日子，但係命運偏偏安排咗一樣可以徹底毀滅任何豪門嘅魔鬼工具送到佢面前，那就是賭博。盛欣怡沾染上賭博幾乎是必然嘅事。
身邊圍繞住咁多想養佢着數嘅狗肉朋友，大家見他錢多人傻又愛面子，自然會設下一個又一個嘅圈套引佢入局。一開始大家只是喺私人會所入面小賭怡情，打打麻雀，玩玩牌九。但係隨着胃口越來越大，刺激感要求越來越高，盛欣怡開始出入上海各大秘密賭場，玩起咗最動輒輸贏成千上萬嘅豪賭。喺賭桌上面嘅盛欣怡，將她愛面子同不拿錢當錢嘅性格發揮到了極致。普通人賭錢輸咗會肉痛，贏咗會收手，但盛欣怡唔同，她追求嘅不是贏錢嘅快感，而是追求老子有的是錢，輸得起嘅那種高高在上嘅優越感。她輸得越多，身邊嘅人越吹捧她豪氣，有大將之風，她就越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當時上海灘嘅另一個頂級大少爺，是人稱民國四公子之一嘅張學良嘅部下，或者好似浙江督軍盧永祥嘅仔盧小嘉。盧小嘉同樣係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揮金如土嘅軍閥大少爺。兩個頂級敗家子碰喺一齊，自然邊個都唔服邊個，一定要喺賭桌上面分出個高低。有一晚，盛欣怡同盧小嘉喺上海最頂級嘅私人俱樂部總會入面撞到正，幾杯洋酒落肚之後，兩個人開始口角，互相譏諷對方不夠實力。盧小嘉冷笑一聲說：盛老四，大家都話你盛家有錢，我看你也只不過是靠老豆嘅遺產充大頭鬼，真要玩大嘅，你未必有呢個膽量。盛欣怡一聽，體內嘅傲氣同酒精立刻湧上腦門，一巴掌拍喺賭桌上，大喊：盧小嘉，你唔好喺度狗眼看人低，你想玩幾大？我盛老四，如果眨一下眼，我就唔姓盛。盧小嘉眼中閃過一絲陰險嘅笑意，緩緩地說：好啊，既然盛大少爺咁有雅興，我哋今晚就唔玩呢啲幾萬幾十萬嘅小把戲，我哋一局定輸贏，用一張牌或者一把牌九，直接賭一整條街，賭一整片房產，你敢唔敢？賭一整條街，呢個消息一傳出去，成個俱樂部都沸騰咗，連周圍觀戰嘅達官貴人、洋商大賈都紛紛圍過嚟，大家都想看看呢兩個民國最頂級嘅公子哥兒到底可以瘋狂到乜嘢程度。盛欣怡當時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大聲叫管家拿我嘅地契箱過嚟。當晚賭局一直進行到深夜，盛欣怡手氣差到極點，但他越輸越唔服輸，紅住對眼不斷加碼。到了最後決戰嘅一刻，盛欣怡已經輸到神志不清。盧小嘉指着地圖上嘅一片區域說：盛老四，我用我手上嘅現款同物業，賭你盛家喺上海租界最繁華地段，擁有百幾棟洋房嘅整條把利街。把利街即係今日上海非常出名嘅宛平路，嗰度係當時全上海最核心、最昂貴嘅住宅區，入面起滿咗精緻嘅花園洋房，每一棟都價值連城，整條街加埋嘅價值根本無法估量，是盛宣懷當年花咗無數心血，動用了無數政治力量，先至完整買落嚟嘅家族基業。盛欣怡連想都冇想，甚至連地契上嘅條款都冇看一眼，直接將手上一整疊代表整條把利街產權嘅文件狠狠地拍喺賭桌中央。賭就賭，開牌。結果寫紙一轉，牌面一開，盛欣怡輸咗。僅僅一晚，只是一夜之間，盛欣怡就將老豆留俾佢，包含了100多棟花園洋房嘅整條街，輕輕鬆鬆、完完整整咁輸俾咗盧小嘉。呢件事第二日傳遍了成個上海灘，成為了街知巷聞嘅特大新聞。所有人都在感嘆盛宣懷一世英名，點知生咗個咁樣嘅敗家仔，一晚輸掉一條街。呢種敗家嘅速度同規模，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係呢次慘痛嘅教訓依然未能令盛欣怡清醒過來，她依然活喺自己盛家有用不完嘅錢嘅幻覺入面。隨着時間嘅推移，她名下嘅現金、股票、花園、洋房一棟接一棟咁減少。漢冶萍公司嘅職務亦因為他長期不理政務，公司虧損嚴重而被董事會聯手撤換，失去了公司嘅收入，坐食山崩嘅速度開始成幾何級數加快。盛欣怡不但自己賭，他還要養活一個龐大而畸形嘅家庭。作為一個頂級大少爺，他明媒正娶嘅正室夫人就有好幾個，更不用說他在外面包養嘅姨太太、外室，還有數不清嘅紅顏知己。盛欣怡對待自己嘅女人，同樣是出手闊綽到荒謬。他為每一個有名分嘅姨太太，都在上海黃金地段買一棟獨立嘅花園洋房，配備一架專屬嘅進口轎車，再加上一大班負責侍候嘅男僕、女傭、廚師同司機。每到月尾，呢些姨太太們嘅開支賬單就會像雪片一樣飛到盛欣怡面前。呢個要買鑽戒，那個要置辦最新款嘅皮草，另一個又話要跟隨潮流去香港旅遊。
盛欣怡為咗面子，從來唔會拒絕任何一個女人嘅要錢要求，她唯一會做嘅就是繼續叫人去地庫搬地契，繼續送去典當行。當老豆留落嚟嘅房產地契終於被他當得七七八八、所剩無幾嘅時候，歷史嘅車輪亦無情地滾滾向前，進入公歷1930幾年代、1940幾年代，中國經歷了抗日戰爭、內戰，社會動盪不安。在戰爭嘅硝煙中，盛家殘存嘅一些產業，要麼被炸毀，要麼在混亂中被沒收，原本嘅租金來源徹底斷絕。最致命嘅擊打來自於抗戰勝利之後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時政府開始實行嚴格嘅土地改革和房產政策，特別是推行了房地產稅。對於普通人嚟講，一套房嘅稅可能不算什麼，但對於盛欣怡呢種名下名義上仲擁有不少空置大宅、祖傳地皮，但手上已經完全冇現金嘅人嚟講，房地產稅變成了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因為他拿不出半文錢現金嚟繳納高昂嘅房產稅，他名下僅存嘅位於上海同蘇州嘅最後幾棟老宅、祖厝，紛紛被政府依法收回或者充公。到了這個時候，盛欣怡才驚恐地發現自己真真正正變成了一個一無所有嘅窮光蛋。他以前那些一呼百應、口口聲聲話要同他赴湯蹈火、生死與共嘅豬朋狗友，一見到盛四少爺落難，錢包比塊面還要乾淨，紛紛像見到瘟神一樣躲得遠遠嘅。他去以前常去嘅大飯店，經理連門口都唔俾他入。他在街上遇到以前受過他無數恩惠嘅歌女舞女，對方直接假裝看不到，甚至嫌棄地吐一口唾沫。最諷刺嘅是，盛欣怡生了10幾個仔女。呢些仔女由細到大目睹老豆揮金如土、荒淫無道嘅生活，在潛移默化之下，很多都學會了老豆嘅公子哥兒脾氣，只識享受，不識賺錢。當盛家徹底破產嘅時候，呢些仔女不但沒能力奉養他，反而紛紛因為爭奪所剩無幾嘅幾件破爛古董而反目成仇，各自散去，根本冇人理會呢個風燭殘年、貧病交迫嘅老豆。到了公歷1950幾年代嘅初期，盛欣怡已經年過60，接近60幾歲。這個曾經在上海灘呼風喚雨、坐擁8億家產嘅大少爺，已經淪落到居無定所、衣衫襤褸嘅地步。他全身上下最值錢嘅東西，可能就是身上那一套穿了幾年、已經磨到起毛邊、洗到褪色嘅舊西裝。在極度絕望同飢餓之中，盛欣怡突然諗起盛家在蘇州還有一處祖傳嘅產業，那就是聞名天下嘅中國4大名園之一留園。留園原本是清代風格嘅私家園林，後來被盛宣懷買下並擴建，成為了盛家嘅祠堂同祖居所在地。雖然留園嘅大部分區域已經在戰火同政策變更中被收歸國有或者收回，但因為盛家祠堂嘅特殊性質，政府當時在留園門口旁邊還保留了幾間破舊嘅祠堂看更房，門房俾盛家後人落腳。無家可歸嘅盛欣怡最終只能拖住疲憊多病嘅身體，一步一輪咁回到了蘇州留園。想當初他年輕嘅時候回留園祭祖，那是何等嘅風光！幾十架豪車開道，地方官員列隊迎接，留園內部張燈結綵，擺下幾百桌滿漢全席。而如今他卻只能像一隻喪家之犬，縮喺留園大門口旁邊那間陰暗潮濕、只有幾平方米大嘅祠堂門房入面。在這個時候，全中國唯一還願意陪喺他身邊、沒有嫌棄他嘅人，竟然是同樣落魄嘅李大少爺、李厚基嘅後代，或者是同樣將家產敗光嘅前清遺老嘅子孫。兩個曾經富甲一方，如今同病相憐嘅老頭子，每日最常做嘅事，就是蹲喺留園嘅門檻上，看着入面進進出出，花幾分錢買門票進去參觀嘅遊客，互相吹噓住自己當年在上海灘、在北京城是何等嘅威風，一晚花掉多少萬兩白銀。這種精神上嘅麻醉，根本無法填飽飢餓嘅肚皮。隨着新中國成立後，物資供應日益緊張，凡事都要憑票供應。盛欣怡一冇工作，二冇收入，三冇糧票，只能靠着政府偶爾發放嘅微薄救濟金，或者街坊鄰里看在盛宣懷以前做過善事嘅份上，施捨一碗剩飯、一條剩菜嚟勉強維持生命。長期的營養不良，再加上年輕時過度縱欲、吸食鴉片對身體造成嘅嚴重摧殘，到了公歷1958年，盛欣怡嘅身體終於徹底垮了。那是1958年嘅一個寒冬，蘇州下起了冷冽嘅細雨。盛欣怡蜷縮喺留園門房那張破舊發霉嘅木床上面，身上蓋着一床破了洞、根本無法御寒嘅爛棉被。此時嘅他已經病入膏肓，連續幾日沒有吃過一粒米，喝過一口熱水。在生命最後嘅幾個小時裏，
盛欣宜進入了彌留狀態，她嘅大腦開始走馬燈一樣回放自己嘅一生。慈禧太后慈祥地摸着她嘅頭，幫她改名。老豆盛宣懷語重心長地叫她好好讀書，自己開着4444嘅純銀平治車喺外灘狂飆。百樂門夜總會入面，無數美女圍住她唱歌跳舞。還有那一晚，在賭桌上輸掉整條把利街時，周圍人爆發出嘅驚呼聲，呢些曾經嘅繁華、虛榮、奢侈，在這一刻面對着冰冷嘅現實和極度嘅飢餓，都變得毫無意義。突然，盛欣宜從昏迷中微微睜開了雙眼，她摸了摸自己凹陷嘅肚子，胃部傳來陣陣火燒般嘅劇痛。她看着守在床邊同樣一貧如洗嘅老友，用盡全身最後嘅一絲力氣，用顫抖嘅聲音，極其微弱地說了一句話：我好肚餓，我想食一啖肉，哪怕只是一啖扣肉都好。這就是她人生最後嘅遺言。一個曾經坐擁140億港元家產，吃遍了山珍海味，連燕窩魚翅都嫌棄不夠新鮮嘅頂級豪門大少爺，臨死前唯一嘅願望，居然僅僅只是想吃一啖最普通、最廉價嘅肥肉。但係在那個物資匱乏嘅年代，在那個冰冷嘅冬夜，他這個微小到極點嘅願望，最終都沒能實現。老友根本無錢去幫他買肉，更何況當時買肉還需要肉票。盛欣宜就咁樣帶着無盡嘅飢餓、無盡嘅淒涼，同埋對一啖肉嘅極度渴望，緩緩地閉上了雙眼，徹底斷了氣，活生生餓死，凍死喺了自己家族曾經擁有嘅留園大門口。死嘅時候，他身上那套舊西裝嘅口袋入面，連1分錢人民幣都口唔到。盛欣宜嘅一生可以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完美、最典型，亦是最具警示意義嘅敗家子樣板。他用自己整整66年嘅人生，演繹了一場從天堂跌落到地獄嘅荒誕悲劇。很多人在看完盛欣宜嘅故事之後，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會去計算140億啊！就算每日躺喺度花幾十萬，點解可以喺短短幾十年內全部花光？但正如古人所講，道德傳家10代以上，富貴傳家不過3代。盛宣懷精明了一世，積累了富可敵國嘅財富，建構了龐大嘅商業帝國，但他唯獨忘記了最重要嘅一件事：點樣去教育自己嘅繼承人。財富如果沒有相匹配嘅道德、智慧和責任感去承載，那麼龐大嘅資產非但不是福氣，反而會變成一把最鋒利、最致命嘅毒刃，最終將繼承人自己，甚至連同整個家族都一起切得粉身碎骨。當我們今日走在上海嘅宛平路，看着那一棟棟精緻典雅，在陽光下散發着歷史沉澱氣息嘅花園洋房時，或者當我們去到蘇州，花幾十塊錢買張門票，漫步在留園如詩如畫嘅亭台樓閣之間時，又有邊個會想得到，曾經有咁樣一個含住金鎖匙出世，由慈禧太后親自賜名嘅頂級豪門少爺，最後竟然會窮困潦倒，帶着想食一啖肉嘅遺憾，活生生餓死喺呢度嘅大門口。花開花落，富貴如雲煙。盛欣宜用他荒唐而悲慘嘅一生，幫全天下所有執迷於金錢財富嘅人上了一堂最深刻、最沉重，亦是最清醒嘅人生課。